最新的消息来看，香港防护院大楼火烧，这死亡的人数是增加到94个人，77个人受伤，其中一位死者是消防员。当局表示，打算透早9点完成这座大楼全部住户的敲碎工课。规栋大楼拢烧到害去，对乌妈妈窗仔门看入去徛街内面，有消防员伫咧内面开手电测。当局讲，死伤者主要拢集中伫咧凤翔谷甲凤泰谷，这两栋大楼迄当阵火较猛，因若走出来人是分布伫无共大楼。To 4 individual units and damping down to various units of the 7 blocks are still in progress. What's next is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We will conduct search and operation to the remaining 25 assistance call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endeavour to effect forcible entry to all the units of the 7 blocks concerned,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re are no other possible casualties. 这是香港自1960年以来上惨重的火灾，也是最近17年来第一场5级的大火，包括损一个消防人员在内重大死伤。有真侪人伫咧临时庇护中心内面找失去联络的亲人，有妈妈知影家己婴仔不幸死亡，口家挡袂牢。咁都睇到個樣嘅，分男女咁睇認到係唔係？附近的社區會堂、體育館攏開放做臨時庇護中心，要受災戶倒伫咧商場的地板困過暝。底衫褲啊，喺度沖涼啊，剩啊嗰啲咁咯。食物嗰啲唔使㗎，呢度大把有。當局即馬設有8個安置中心，收容差不多900位居民。行政長官李家超講，成立3億港元的大埔防護院援助基金。因若導火原因，即馬正伫咧調查。維修工程的承包公司2位董事，抑個一個工程顧問，已經予警方以涉嫌誤殺的罪名拘捕。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